你平時食飯係咪除咗白飯、意粉就唔知仲可以食乜？想健康減肥又怕餓，想降血糖又驚冇嘢好食，到底有咩主食又好食、營養又高，仲被全世界大部分人嚴重低估咗呢？今日我就要同大家一次過大公開全球10大嚴重被低估嘅超級主食。好多人以為好健康嘅小米，原來喺呢個榜單入面只係排第6。而排第1名嗰樣嘢，營養簡直係爆燈級數，仲要被譽為植物界嘅頂級蛋白，食落去唔單止幫你穩住血糖、降血脂，仲係減肥修身嘅終極神器。如果你或者身邊嘅家人平時有高血糖、高血脂，或者成日喊住要減肥，今日呢集內容你真係1秒都唔好跳過，記住睇到最後，因為第1名可能你屋企廚房就有一包。但你一直都食錯咗方式。講到食飯呢樣嘢，我哋香港人最講究嘅就係有飯氣、肚暖。但係你有冇發現呢幾十年嚟，我哋身邊得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即係所謂三高嘅朋友同長輩，好似越嚟越多，甚至好多30、40歲嘅年輕人去身體檢查，個報告都出一堆紅字。其實問題出喺邊？好大程度上就係出喺我哋每日食落肚嘅精製白米飯同白麵包嗰度。精製白米雖然好食，入口順滑，但佢基本上已經去走咗所有嘅麩皮同胚芽，剩返落嚟嘅幾乎全部部位都係澱粉質，食落肚消化得極快，血糖好似搭過山車咁，一下子升到頂。跟住身體就要逼住分泌大量胰島素去降糖，久而久之，胰島素抵抗就嚟啦，脂肪亦都越積越多。所以揀啱主食絕對係你人生健康嘅第一步。今日我要介紹嘅呢10樣主食，每一樣都係營養學界公認嘅好嘢，但平時喺我哋嘅餐桌上面，往往被當成配角，甚至被忽視。今日我哋就倒數，由第10名開始，逐樣睇下佢哋有幾厲害。先嚟睇下第10名，大麥同埋洋薏米。好多人去茶餐廳飲嘢或者去糖水鋪都會見到洋薏米腐竹雞蛋糖水，但你知唔知大麥同洋薏米其實係超級高纖維嘅主食？大麥入面有一種好特別嘅水溶性膳食纖維，叫做葡聚糖。呢種葡聚糖非常之神奇，佢食落肚之後會喺你嘅腸道入面形成一種好似 lace 咁嘅黏性物質。呢啲 lace 會包裹住食物入面嘅膽固醇同埋糖分，減慢佢哋嘅吸收。如果你連續食大麥2、3個星期，你血液入面嘅壞膽固醇同總膽固醇指數係會明顯下降嘅。而且大麥嘅 GI 值，即係升糖指數，低到得20幾、30左右，同白米飯嗰80、90相比，簡直係天與地。平時煮飯嘅時候，如果你可以用3成嘅大麥混合7成嘅白米一齊煮，口感又彈牙，仲可以幫你喺不知不覺間降血脂，呢個第10名絕對係實至名歸。跟住落嚟第9名，黑米同紫米。好多人搞唔清楚黑米同紫米有咩分別，甚至以為佢哋係染料染出來嘅。其實黑米同紫米都係糯性或者非糯性嘅糙米。佢哋外表嗰層深紫色甚至黑漆漆嘅顏色，全部都係寶貝嗰啲叫花青素。花青素係一種超強嘅抗氧化劑，抗衰老能力係維他命 C 嘅20倍，維他命 E 嘅50倍。我哋平時成日講抗氧化、抗衰老、防癌，其實食黑米就係最平、最直接嘅方法。而且黑米入面嘅膳食纖維同礦物質，例如鐵、鋅、錳都比普通白米高出好幾倍喎。對於女性朋友嚟講，平時如果有貧血、氣血唔係咁好，或者每個月嗰幾日個面色好慘白，食黑米唔單止可以補血，仲可以幫你清理腸道。不過要記住，黑米外殼比較硬，煮之前最好用清水浸佢4、5個鐘頭，甚至浸過夜，再混合白米一齊煮，咁樣消化起嚟就最舒服啦。第8名，蕎麥。講到蕎麥，可能大家第一時間會諗起日式蕎麥麵，但係市面上好多連鎖店賣嘅蕎麥麵，睇返成分表，可能80%以上都係普通麵粉，蕎麥粉只得嗰少少。真正嘅全蕎麥或者苦蕎麥先係健康嘅王者。蕎麥入面有一種非常關鍵嘅活性成分，叫做蘆丁，亦都叫維他命 P。呢個蘆丁有咩用？佢可以大大增加我哋血管嘅彈性，降低血管嘅脆性，仲可以保護我哋嘅微血管。
對於有高血壓、硬化血管風險嘅中老年人嚟講，蕎麥簡直係天然嘅血管清道夫。另外，蕎麥入面嘅低馬手性肌醇，仲被研究證實可以提高胰島素嘅敏感性。對於糖尿病患者嚟講，簡直係降血糖嘅神兵利器。平時如果你想食麵，記得睇清楚成分表，揀蕎麥含量70%以上，甚至100%嘅蕎麥麵，食完飽腹感極強，幾個鐘頭都唔會覺得餓，減肥食佢就最啱。第7名，鷹嘴豆同埋乳扇豆等雜豆類。可能好多香港人平時去食中東菜或者印度菜，先會見到鷹嘴豆泥，但其實鷹嘴豆喺外國早就被封為減肥聖品。鷹嘴豆嘅蛋白質含量高達20%以上，仲含有豐富嘅複合碳水化合物。咩叫複合碳水？即係佢喺你腸胃入面消化得極慢，唔會令你血糖突然飆升。而且鷹嘴豆含有極高嘅葉酸同埋鉀元素，鉀可以幫身體排出多餘嘅鈉，達到利尿消腫、降血壓嘅效果。如果你平時成日覺得身體水腫，或者做完運動需要補充蛋白質，可以用蒸熟嘅鷹嘴豆代替一部分嘅白米飯，或者將鷹嘴豆打成泥，搽喺全麥麵包上面食，既香口又健康。食完成個下晝都精精神神，唔會出現嗰種食完白飯之後嘅飯昏迷。好啦，落嚟呢個名次大家一定要留心啦。第6名，小米。相信好多人都大跌眼鏡，小米咁好嘅嘢竟然只係排第6。冇錯，小米確實係好嘢。喺中醫角度睇，小米係養胃第一聖品。本草綱目都有記載，小米能治反胃熱痢、煮粥食、益丹田、補虛損、開腸胃。小米入面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B1、B2，仲有大量嘅色胺酸。色胺酸係咩？佢係身體用嚟合成褪黑激素同5羥色胺嘅原料。簡單啲講，即係可以幫你舒緩神經、改善睡眠。如果你平時工作壓力大，夜晚成日失眠，瞓得唔好，或者胃部成日泛酸脹氣，夜晚煮一碗熱辣辣嘅小米粥食，個胃即刻會覺得好舒服，個人都會放鬆落嚟。但點解小米只能夠排第6呢？因為小米如果煮成好綿嘅粥，佢嘅升糖指數其實唔低喎。對於血糖偏高或者有糖尿病嘅朋友嚟講，如果單獨食好爛嘅小米粥，血糖可能會升得比較快。所以小米雖好，但係食嘅時候要注意方法，最好唔好煮得太爛，或者要配搭其他高纖維嘅豆類一齊食，咁樣先至最完美。睇完第6名嘅小米，我哋繼續睇埋前5名真正嘅重量級選手嚟啦。第5名，芋頭、山藥同紫薯等根莖類主食。好多人減肥嘅時候完全唔敢食澱粉，結果搞到停經、脫髮、脾氣暴躁。其實你唔需要戒澱粉，你只需要將白米換成天然嘅根莖類食物，好似山藥咁，佢入面有一種黏黏地嘅物質，叫做黏液蛋白。呢種黏液蛋白可以保護我哋嘅胃黏膜，防止胃酸刺激胃壁，仲可以減慢腸道對糖分嘅吸收。而紫薯就更不用說，除了有極高嘅花青素，仲含有大量嘅膳食纖維，通便效果一流。芋頭入面嘅復原素仲可以保護牙齒。呢類根莖類主食最棒嘅地方就係佢哋水分多，熱量密度極低。你食一大塊蒸山藥或者紫薯，個肚已經塞滿咗，但吸收落肚嘅熱量可能只係半碗白飯嘅份量。呢種高飽腹感、低熱量嘅特性，絕對係減肥人士嘅救星。第4名，紅豆、綠豆同黑豆等傳統雜豆。你可能會問，豆類都算主食咩？喺營養學家眼中，雜豆類絕對係最優質嘅主食之一。我哋平時食嘅紅豆水消水腫、綠豆沙清熱解毒，其實真係有科學根據嘅。呢類雜豆嘅蛋白質含量係白米嘅3倍以上，膳食纖維更是白米嘅10幾倍。最重要嘅係佢哋嘅升糖指數非常之低，一般只有20到30左右。如果你將平時食嘅白米飯換成一半白米加一半雜豆，例如紅豆、綠豆、黑豆混合，你呢餐飯嘅升糖速度會即刻減慢一半以上，對於降血糖、降血脂有極大嘅幫助。而且黑豆入面仲含有豐富嘅異黃酮同黑豆皮花青素，對女性補充雌激素、延緩衰老有極好嘅效果。平時煲湯或者煲飯嘅時候，隨手捉一把雜豆落去，簡單又養生。第3名，糙米、
大家成日聽人講食糙米好，但到底糙米好喺邊？白米其實就係糙米脫咗殼、脫咗糠層同胚芽之後嘅米絲體，剩返嘅幾乎全部都係純澱粉。而糙米保留咗最精華嘅糠層同胚芽，呢啲糠層入面集中咗整粒米80%以上嘅維他命、礦物質同膳食纖維。特別係維他命 B 群，對於我哋身體嘅新陳代謝、脂肪燃燒、神經系統運作係不可或缺嘅。好多人成日覺得攰、口角生瘡、新陳代謝慢，其實就係缺乏維他命 B 群。食糙米就可以完美補充呢啲營養。仲有糙米入面含有 GABA 呢種物質，可以幫手降低血壓、舒緩焦慮情緒。雖然糙米食落去口感比較粗糙，未必人人一開始就習慣，但只要你浸水浸夠時間，或者用電飯煲嘅糙米模式去煮，口感其實可以好軟糯香甜。第二名，燕麥。燕麥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我要強調，我講嘅絕對唔係市面上嗰啲加咗好多糖、香精、奶精嘅即食燕麥片，或者風味燕麥。嗰啲加工燕麥片升糖指數極高，食多咗反而會肥。真正嘅第二名係鋼切燕麥或者完整嘅燕麥粒。燕麥之所以能夠高居第二名，核心武器就在於佢含有極高濃度嘅水溶性膳食纖維 β 葡聚糖。呢種成分喺無數嘅醫學研究入面被證實，可以有效降低血液入面嘅壞膽固醇，同時降低總膽固醇、預心血管疾病。對於有糖尿病嘅朋友，燕麥嘅延緩血糖上升能力簡直係教科書級數。而且燕麥食落肚之後，吸水會膨脹幾倍，喺胃入面停留嘅時間好長，提供超強嘅飽腹感，令你成個上晝或者下晝都完全唔會想向零食食。好啦，終於嚟到大家最期待嘅第一名啦！到底係咩主食營養可以爆燈到，被全世界譽為植物界頂級蛋白，仲要完勝所有傳統穀物呢？答案就係藜麥。藜麥到底有幾厲害？聯合國糧農組織甚至曾經將2013年定為國際藜麥年，並且官方宣布藜麥係唯一一種單一植物就可以滿足人體基本營養需求嘅食物，甚至連美國太空總署都將藜麥選為太空人喺執行長期太空任務時嘅理想太空食品。點解藜麥可以獲得咁高嘅評價？第一，佢嘅蛋白質質量堪稱無敵。一般嘅植物蛋白質，例如小麥、白米或者玉米，都屬於不完全蛋白質，缺乏人體必需嘅某些氨基酸。但藜麥唔同，佢含有全部9種人體無法自行合成嘅必需氨基酸，而且比例同人體需求非常接近。呢種蛋白質結構通常只會喺肉類、蛋類同奶類入面出現，所以藜麥被稱為植物界嘅頂級蛋白或者素食界嘅牛肉，絕對係當之無愧。對於素食者、健身人士或者需要補充蛋白質嘅長者嚟講，藜麥簡直係天賜嘅禮物。第二，藜麥完全唔含麩質。現在好多人有腸胃敏感、易脹氣或者麩質過敏嘅問題，食小麥製品會覺得肚脹、皮膚出疹，而藜麥天然不含麩質，對腸胃非常之友善，極易消化同吸收。第三，極低嘅 GI 值同超高嘅礦物質含量。藜麥嘅升糖指數只有35左右，遠低於白米飯嘅88。佢入面嘅鎂、鐵、鋅、鈣、鉀等礦物質含量係普通穀物嘅幾倍甚至10幾倍。例如鎂元素可以幫手舒緩血管肌肉、穩定血壓、改善睡眠。而豐富嘅鐵質就可以預防貧血。第四，超強嘅降血脂同減肥功效。藜麥入面含有豐富嘅類黃酮化合物，包括槲皮素同山內酚。呢啲物質具有強烈嘅抗炎、抗病毒同抗抑鬱作用，仲可以幫手調節血脂，改善胰島素敏感性。食藜麥減肥，你唔單止唔會覺得冇力，反而會因為營養充足而精神奕奕。咁藜麥應該點樣食先係最正確、最美味呢？其實藜麥煮起來非常簡單，煮之前最好用清水將藜麥洗2-3次，去除佢表面微量嘅苦味皂鹼，然後用水同藜麥以2:1嘅比例落鑊煮大約15分鐘。當你見到藜麥煮到爆開，出現一圈圈好似小胚芽咁嘅可愛小尾巴，而且質感變得透明，口感帶有少少彈牙嘅時候，就代表煮好啦。
你可以將煮好嘅藜麥混合喺你平時食嘅白米或者糙米入面一齊食，亦都可以將佢冷卻之後加入沙律入面，配搭雞胸肉、牛油果同水煮蛋，淋少少橄欖油同醋，就係一餐營養完美、低脂低 GI 嘅頂級健康餐。講咗咁多，大家可能會問，呢10種超級主食咁好，係咪代表我哋以後完全唔可以食白米飯呢？答案當然唔係。飲食最緊要嘅係平衡同埋可持續性。如果叫你一夕之間完全放棄食咗幾十年嘅白米飯，你可能會覺得人生失去咗好多樂趣，甚至好快就會放棄。最聰明嘅做法係採取循序漸進嘅替換策略。例如第一星期你可以嘗試喺煮白米飯嘅時候加入3成嘅糙米、燕麥粒或者藜麥，等到你嘅腸胃同味蕾習慣咗呢種有咬口嘅口感之後，第2個月你可以將粗糧嘅比例提高到5成，即係一半白米、一半雜糧豆類。到了後面，如果你適應得好好，甚至可以完全用藜麥、地瓜、山藥或者燕麥嚟代替白米飯作為你嘅主要碳水化合物來源。特別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或者你屋企嘅老人家平時消化功能比較弱，或者有嚴重嘅胃潰瘍、胃酸倒流，切記唔好一次過食太多高纖維嘅粗糧，因為過多嘅粗纖維有可能會加重胃腸嘅負擔。呢類朋友更適合由小米、山藥、蒸芋頭或者煮爛嘅藜麥開始入手，慢慢建立腸道嘅適應力。健康飲食唔係一種苦行，亦都唔需要你捱餓。只要你懂得揀選呢啲被嚴重低估嘅超級主食，用佢哋嚟代替嗰啲只有熱量沒有營養嘅精製澱粉，你就會發現原來唔需要刻意節食，你嘅血糖會變得分外穩定，血脂指標會慢慢恢復正常，身上累積咗幾年嘅贅肉會不知不覺間消退，連整個人嘅精神狀態同皮膚都會變得越來越好。由今日開始，不妨去超市買一包藜麥或者鋼切燕麥返屋企，為你自己同家人嘅餐桌加添一份真正嘅健康防線啦。